原班人马，多了奖状还奖牌。台湾媒体观察教育基金会每年都会评选推荐给国人优质的儿少节目，名单中常见到公共电视、客家电视台等公共媒体所制播的节目。相较之下，也观察到商业电视台的儿少节目数量比较缺乏。因为儿童不是主力的消费族群，所以不是广告商最喜欢投资的哈。那而且儿童也被认为应该要被保护，而不受广告的影响。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儿童节目的制作对大部分的业者来讲都是是不敷成本的哈。所以你也可以看出来，其实在商业的这个电视台里面，儿童节目是非常稀缺的哈。那公共电视因为它有这个被赋予这样子公共服务的责任，所以它就必须常年的来制作这个文类的节目，那也很好的成果。那但是依照法规来讲的话，商业电视台也应该要制作这一类的节目哈，但是大家不是很有兴趣，也不是很愿意投资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我们更需要鼓励。在节目制作深受广告主投放预算的现实影响下，常担任儿少节目颁奖人的媒观董事邱嘉怡说，仍看到有媒体与制作单位愿意投入儿少节目的制作，相当难能可贵。现在的儿童，你要么知道他们都非常的阅历非常的广博，对不对哈？他什么都看得到，所以要怎么样让他们有兴趣，而且要有那个内涵要有这个教育性，要有这个知识性，又要引导性，要启发性那就非常困难了哈。那你在节目的形式上，又要在节目的内容上，又怎么去结合得很好？那我想这几年得奖的节目都是非常的厉害哈。那在形式上跟在内容上都能够不断的推陈出新有的用动画有的用实境节目然后有的各种各样的这个方式那我都觉得非常的难能可贵希望大家继续加油。除了期待媒体界增加儿少节目的制作，针对儿少常接触到的新闻环境，邱嘉怡也呼吁媒体能避免暴力等负面内容，保护儿少的身心发展。在国外早就很多人做过研究，说你电视里面太多暴力的内容的时候那其实对儿少会有一个含化性的不良的影响这个是媒体的含化理论。那还有大家应该也不陌生就是说新闻会造成模仿效应，所以当我们新闻里面出现这一类的容易去搅扰他们的感受或是情绪的这种内容的时候，那所以我们要考虑到说儿少的观众他们的承受力，或者是说他们被搅扰的程度可能是高于这个成年的观众了所以为什么在电视的这个规管上，我们要去注意儿少的保护的这个问题无论是节目或新闻内容，对儿少的身心发展都具有深刻长远的影响，需要媒体界一起努力来健全儿少的传播环境。第20届的国人自制优质儿少节目5星奖颁奖典礼也将在1月9号隆重登场。媒观董事邱嘉怡也感谢中嘉数位股份有限公司积极参与并赞助经费，支持儿少5星奖活动。记者陈淑平台北报道。